家亲情问题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关心武汉肺炎疫情的最新消息。第近比下晝2點，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公布的近比關於新增加嘅個案過後，其實呢，喺本東多民眾都知道有條嘅緊張哦。認真講，近比關於總共新增加16例確診個案，韓國其中有2例係本土感染個案，到今也2例本土感染個案都唔知家條係對內測飛到嘅。喺其中呢有1例按268，其係52歲男性，佢啲2月的時節就出現相關唔暢快症頭，都近比張口症。然後呢，指揮中心主動小講，佢啲下一步時間呢會同東東人來接觸，就讓呢機會同留一前車本其他人。佢仲係一個指揮官陳時中，佢就打拍講，一啲個案有得複雜。嚟睇下指揮官陳時中帶來說明。按268於2月28日至3月18日，陸續出現咳嗽、喉嚨痛、頭痛、發燒等症狀，多次就醫。3月20日因發燒肺炎收治住院，經治療症狀改善，並於3月23日出院，但返家後又出現發燒、呼吸急促及腹瀉的症狀，於3月25日再次就醫，經醫院採檢通報，於今日確診。因為這案子從他可能發病的時候到現在時間比較長，所以現在匡列人也比較多，那這個案應該是會比較複雜。然後呢，從前一步嘅健康講有發紅嘅科技醫師同從容嘅康復員確定測試到武漢肺炎過後，也呢指揮中心同民航局做決定，我嚟針對航空業嘅機組員來加強防護措施，從係一條康復員下來同人客來接觸時節，嘅民航對特定外科最咩韓國有父母講一條，然後呢咪會有從一條防水嘅防護傘同防水樹立嘅一條裝備。然後呢，其他針對人客一部分，嘅指揮中心下來咪會提出相關嘅規定，係講違反咪會有相關嘅法則。然後呢，從一條康復員去到外國吃決定時節，嘅民航局也下面提出嚟相關指引。我們最主要整體的規則，它的中心、最中心的一個想法，是我們要全面的對機組人員的保護。現在大家說要怎麼樣的回來居家檢疫或相關的一些管理，當然在外站的時候，相關的一個也是像居家檢疫的規則一樣，也不能出來單獨的用餐或指定的場所，那不要跟所以在國外相關風險比較高的場域也好，人員也好，不要有所接觸。但重要在飛機裡面怎麼樣避免跟被我們的乘客所感染到。第一個就是我們的外科口罩。然後第二個部分就是我們的這個護目裝備，也就是平光眼鏡或者是護目鏡。那第三個就是我們的這個防水隔離衣，好，這個地方。然後再來就是我們的防水手套，是這樣子。對，所以我們在這邊會建議各位旅客哈，如果你在搭乘這個有發燒等等換呼吸道症狀的時候呢，盡量是暫緩搭機。那你在搭機的時候呢，全程就是不要用手去觸碰眼鼻口。其指揮中心就表示講，係為咗保護印度嘅康復員同亞條人客，就會提出相關嘅管理辦法。佢認真講，嘅邊樣地方尚係無買通風，有貴嘅管道秘密嘅空間咯。為咗減少大家接觸，故所呢指揮中心就建議，從亞條康復員未來呢用嘅片數為盡量同亞條人客分開來。其從亞條人客呢，對邊樣地方咪總得凊彩亂翻飛嘅，假使對邊樣地方嘅環境唔放心，咪做啲自家來準備100cc以下酒精來消毒。嘅民航局就特別提醒嘅，就講等到以下所有嘅管理辦法提出來過後，假使有康復員違反相關嘅規定，亞條呢就要從所有嘅旅客共用，並入境台灣過後，要配合台灣嘅防疫政策，要居家檢疫14日。一部分呢咪向所有航空業嘅機組人員要特別注意。嘅以上呢就按緊比同大家整理嘅非熱重點嘅有關疫情嘅最新消息，嚟繼續同來重複。